高尼咧撬得兩條，又俾得墨西哥嘅球員就搶到。個形勢嚟講咧，都係有啲似咧墨西哥好啲啦。可以順勢推過右手邊，洛迪古斯啊，呢個7號嚟㗎，7號咧就係咧荷姆斯盧嚟㗎。再擠入去中路賺起後，第一時間就靚啊！哇，真係好嘢！咁啊，所以話呢個加西亞咧，真係大家要留意啊！嗱，我記得咧對挪威嗰場波咧，墨西哥雖然咧係輸啊，但係有球波咧，我印象到而家都係好深刻，都係呢個位置咧，加西亞射咧就俾咧科斯維特咧擋出嚟嘅。嗱，今次咧證明上一場佢嗰球波咧唔係負碌㗎。咁啊，結果喺上半場咧臨完場之前嘅分半鐘啊，墨西哥咧打開呢個紀錄啦，入球咧都好靚，有組織，連前咧做到晒出嚟嘅。咁啊，睇下愛爾蘭咧就剩翻落嚟嘅分零鐘啦，再加埋下半場嘅45分鐘點都辦啦。1-0啊！入球正確嘅時間咧就係43分鐘半。呢個場輸波咧就攞命啦！上半場完場之前咧輸呢個波咧就愛爾蘭咧就好攞命啊，輸呢球波，下半場有排先追得翻啦。球門球添啊，墨西哥嘅球門球添啊！咁啊，助手咧話俾佢聽夠鐘㗎啦，咁啊即查爾頓咧就睇下半場點樣扭6人啦嚇。金波斯扣出嚟，咁而家墨西哥有球波在手咧，當然咧就係慢慢踢，希望消耗埋呢1分鐘到咧就結束上半場，下半場再打過。